跟住屬鼠嘅你嚟到呢個蛇年叫做太歲暗合。暗合就更加暗啦，就最多如果睇男女關係咧，最多有暗戀對象能夠成事機會又唔係話好大㗎。咁但係如果拍開拖咧，大家感情暗中就唔錯嘅，所以感情方面屬於比較穩定，屬於中游嘅生肖。咁計運氣嚟講，亦都係中游嘅生肖。咁今年咧就唔會夠2023年。桃花年2024年太歲相合年咁好，咁今年就太歲爻合就再降一級啦，所以屬主嘅平平穩穩，冇乜大嘅突破。咁當然啦，冇突破都要睇翻你係春夏秋冬幾時出世㗎。咁如果你生喺呢個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始終去到呢個25、26、27大火年，都有任何機會再去放膽嘗試。咁嗰啲3月6之後8月8之前咧，呢幾年嚟講咧就宜守不宜攻，25、26、27都冇乜突破㗎。不過屬鼠今年其實唔錯，因為屬鼠有3粒比較大力嘅吉星，有玉堂龍德紫微，又有力嘅貴人星德，有力貴人輔助。譬如你打工嘅，可能突然間老闆好中意睇你啦，做生人哋俾啲生意你做。所以即使你生喺3月6之後8月8之前，運氣麻麻地，因為有貴人輔助都睇高一線。咁同埋今年咧完全冇空星又冇相沖，所以咧今年只不過冇人哋咁好啫，但冇乜特別嘢要留意，同埋冇23同24兩年咁順利啦。因為始終嗰2年人緣就好過今年㗎。